大家好，好開心今日嚟到 Novoland。近日大家都一定好關注新鴻基地產呢一個全新矚目地標 Novoland 嘅動向同埋消息。項目係屯門歷年最大型私人住宅發展項目，坐擁雙循環線雙港鐵站優勢，同時鄰近北部都會區，引領住戶進入北歐式健康幸福國度。Novoland 其中一個賣點係坐擁雙循環線雙港鐵站優勢，去港鐵兆康站同屯門站都好快好方便。今日我哋就會同大家實地測試由 Novoland 揸車直達港鐵兆康站，聽講唔使3分鐘就到底係咪咁快呢？就等我哋一齊嚟計下時，出發啦！除咗揸車之外，呢度仲有好完善嘅交通網絡。現有嘅交通工具，連同已落實並快將投入服務嘅8條新增巴士路線，將直達港九多個 CBD 核心商業區同機場。Novoland 坐擁雙循環線雙港鐵站優勢。根據屯門區議會文件顯示，新增嘅港鐵巴士 K54號循環線將可於欣寶路上車，到時可以由 Novoland 直達港鐵兆康站轉乘屯馬線。而我哋今日實測嘅揸車路線同預計將來 K54號行車路線係差唔多係同一條路嚟嘅。除咗 K54號往兆康站，另外新增嘅 50M 循環線往屯門站同樣可於欣寶路上車，連同現有嘅專線小巴40號往港鐵屯門站。Novoland 響3線通往雙港鐵站，連繫同系嘅屯門站 V-City 大型商場，輕鬆滿足生活所需。此外，根據屯門區議會文件顯示，另外新增嘅6條巴士路線亦全部可於欣寶路上車，其中950號及955號巴士將直達港島灣仔北會展站同西灣河，當中途經中環、金鐘、北角同鰂魚涌等 CBD。50號巴士將直達西九龍商貿區九龍站，並途經尖沙咀。55號巴士將直達觀塘，途經九龍灣等核心商業地段。此外，更有67A 號及56號巴士直達葵芳同上水等新界主要地區。Novoland 坐擁龐大交通網絡，以後無論去港九 CBD 等地方都咁方便，真係唔使3分鐘就到咗港鐵兆康站。實測車程只需約2分55秒就可以直達港鐵兆康站，博通全港港鐵網絡，交通優勢真係不言而喻。